牙泡帮忙内度黑，自泡为上内度糖的多，地主持人见多合，自泡的盐度其下米量让来让去，浑顺汤的民众见很，没有你帮忙发通，来到最闹热的时节，大家上的几万人都没有你和平公园了，闹热。乡镇时节，是市区结合，特别乡镇的夜市诶，来看得到一米米把那碧薄的态度做了转去。当然，长一班边呢，苗栗天气就看得到一样的现象，也就是苗栗行业铁油的燃料。因为客家人头摆，一次天我不做头路，公园转来了，有时没事了到演出室，啊，有做没做了到长夜班歌。所以长夜班歌，比如说出去做事嘞，我做事时间，给一段时间忙走以前，大家就闹热一下。一般来讲，羊肉大部分是夜晚开始出去，大家大户啊来去团等于讲拜年哈。哦，羊肉大家许多人屋企呢，一般的厨夫呢门要打开了，当饭也凉因为讲凉係在人中國人的思想來講係一個吉祥嘅東西。故說一客家天氣呢，當希望也涼了多人屋企啦。呢早期56年代，都係長一班住在寬頂龍岸，家家夫婦最其他嘢，最係搖涼水來到自家屋企，甚至4年呢，還冇停停涼水，一條街行過一條街，一張過一張。停涼係乜嘢？40個4年嚟，神奇啊，對嘛？所以停涼後邊按嚟做到而呢譬如夜尾看睇又唔拉，因為嗰邊有東差，又做過嗰邊嘢，所以按嚟來去去，嚟去，做到停。上一班按樣嘅料以傳統方，為啲公園前做好，某啲行業一般按做過料，做料嘅材料當然做託某啲菜地當出嘅繼續為主。做嘅一種全規作。較路啊，我咩嚟較彈性較好，較嫩的做嘅吼，火焰嘅強，較唔錯。因為繼續較強又較軟，愛玩愛拗都簡單，要做起呢一方便，讓伊來也較省力。因為隻主要嘅做嘅特色係軟性大哦，也唔好淺破，而破咩嚟嚟講較好破，哦，塌也當好塌，也軟性較要。故所吼，我想一下。在優秀片上嘅，幾乎就用竹嘅嚟做，而完全用手工，鐵線呢是加強啲嘅力量。頭一支繼續好做咩咧？個玩意來拍起來，分別做用頭、用色、用面，個組合以後，一米量嘅廚台就完成咧。做量好是有好工，也是要好嘅手藝，爭做咧做出像上一樣嘅量，呢度做量嘅師傅。都係只阿爸數嘅，都有特殊嘅功夫。呢啲嗱些都挺好嘅，都做開看人做料，做嘅都做人學做，呢啲我都裝條阿爸煙嗰啲夠料，我都聽阿爸講料啊，人行人看嚟都看人吸用，想做好幾個。各裝條主要嘅無同樣嘅粗型嘅料啊，只是嗰下呢並冇咁特別嘅師傅啊，所以做出嚟嘅料。因為材料冇共樣，因為做嘅人嘅水準素質冇共樣。好來，拿過來，從那邊畫，對，從這邊畫，來，我給你壓住哈，對。啲完成嘅基本嘅廚牌過後，還較重要嘅就係畫用色，老顯合但是買片嘅印刷品，頭擺一筆一畫，天天嘅畫，還較有加特殊性。特別用竹咩，過好。用紙或者係用布嘅，係用畫，唔係像下個用按方便，任何鬼神嘅sản婦就用就跑落去做的。因為人家看到一個骨材啊，全部紅頭了，佢用一種嘅布誒，頭擺你用紗布用鋼到線去명好了佢就走了1層2層走，同一個規則身體명好了後，走了去。然後用彩色。傳統學用代表的美豔吉祥嘅意思，故所做料也要加規矩，將用神嘅節做天作愛吊蛋，
一般就用9、4、13一条吉祥的数字较多。以前咧做蛋酥，佢专门个做松酥，比如讲有9隻、11隻、13隻、15隻啊咧，只有蛋酥。因為量啊，佢冇做唔到松酥啦，嚇。唔係講解了量煮就都熟，唔係咁嘅意思。因為量嘅就話，人講龍大量嘅話，在中國人講量嘅9之左，先個都9，因為9隻嚟講較大。啊，你估所有年嘢啊，一般嚟講13隻。就比最基本就13產業了。啲苗栗爭做嘅好嘅料，係做唔得聽得出料人傑。天初先進行開工點燃嘅儀式，頭擺但是嘅料都會到正一班嘅業到北公廟來點燃。唔過苗栗市但是係啲玉清局來做料出點燃嘅素材。苗栗客家人嘅料呢，一天有一場儀式按照開工點燃，所有嘅入去參加嘅15條料、20條料。全部都在公廟面前，向土司來胸前來說法，然後呢向主持人來開工點燃，條龍就開始就可以點通了。主持者寫好表集，經過填寫過後，各用水筆溫主殺結起一條，為上龍開工點燃，一米龍最有嘅誠信和靈性，一正式宣布開始3年的人傑參拜。無論人家點咩，在啲正一班邊咧睇到鑼鼓聲，但是就會打開大門來迎接新娘，涼吹就會啲無頭香嘢，民眾因為打字炮嘅đều鬧嘢。車頭擺啱嚟嘅一種比較較保守嘅營業沙飛，一冇乜緊要啦。你講到洋用來睇大得部分嘅打字炮嘅，唔是講我嗌同講，睇到鼓嘅聲，夾睇下鼓嘅狀嘅人就維修了，準備要釀料。釀料係冇紙泡嚟幫啊，感覺唔出嘅鬧熱先。咁冇乜意思咪就躺到鑼鼓上健健康康，安尼啲啦。但是加嘅紙泡落去加嘅音效嘅效果要顯現出來落去看鬧熱。新娘釀刷的，前面揾到人家也係點嘅度參拜行禮。主人也會有時間本佢紅包，推責結啲。一般講掏紅包其實唔係掏紅包，係來到人屋卡，人主人呢表示一個非常尊敬嘅意思，講用來咧，我會發財咧，所以為了搭車機，就用紅包來代表講，也就一點表示我主人嘅一份心意，希望討到一個建議。殺雞的，後面裝啊拉屎啊！不過因為大部分的涼水成業都喺各種條過年時節臨時調控下，平常也少時間練習，故所應用把業來排斥，都係考驗，甚至無線上教都是教得好。會選哪個時間來練？晚上，等大家有空之後，差不多8、9點開始練，練到11、12點。會練4、5個小時。對啊。那一般你們學習是有特別找老師來練，還是怎樣？自己看影片。可以看影片怎樣子學？看影片學啊，一個一個動作慢慢學啊。一種過年時節的娛樂活動，天天的甚至變作開始由店家包糧到店門口，也係工廠度營用。店家還靠我準備價10萬元的紙炮的幫糧，包我們一條龍，然後可能好幾萬的鞭炮炸我們，就這樣。就炸你們？對啊，看他包幾條龍啦。對啊。一般炸完會像韓燈影一樣炸得全身是傷嗎？還是？應該是不會啦，我們都有做好防護措施。所以褲子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什麼差不多？會炸爛掉了吧？會啊，一定會的。辦喺度店家，我來保量嘅情形都講希望過年嘅生意能夠健邦健旺借着祥龍獻瑞來祝福大家。呢度做生意嘅人都相信，越幫會越旺，故所啲苗栗結合，你都看得到門口店兼用參拜嘅房子。安普特嘅路巷，就算人查當時，上市嘅查一攔下來，紙炮嘅一打，
就会开始有商量对自跑的严度让来让伊。对，比如讲我也中门，我也按多家人，比较特别较有经济能力较好，伊可以卖10多万的自跑的哦，啊，几路标的，40角头标的呢。伊讲好，一条龙干嘛？干入来嘛？干，伊就开始就用自跑绑架，但是也伤金就多了，那伤一条龙，讲安当时。按特殊的养存庆典，第1998年开始本公部门重设，并以医生来进行整体的行销规划，同时也变作苗栗地区1年100的重要活动。这类养龙啊，也都讲把它纳入为客家12大节庆啊，也是北天灯、南风炮和中棒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文化民俗活动。一个龙啊，佢象征一个很多吉祥，还有都讲保佑地方平安。一直以来，苗栗市公所呢，也係第12年的办帮龙的活动，也帶到青島外縣市嘅，也係外界嘅觀光客嚟苗栗縣嚟了。鑼鼓自跑喺3連天。但每兩都10萬嘅啲牛業火光都贏，有人甚至唔驚自跑嘅幫到大插坡上車，當然也會得到參觀嘅人嘅鼓勵。不過總共係臨時到位，而有精彩嘅表演也係冇簡單。差唔多年初3、年初4就開始練了，困難就講啊，像那法式大巴士呀，對喎，就較困難對喎，嗰個因為也係團體嘅哦，因為我哋。唔係講平常就講嘅啊，按高地呢就講1年100大家試跑落嘅，叫我培養默契啊。不少苗栗幫龍活動生意記下來，就算變做地方行嘅重要活動，甚至上迎客嘅注意。不過養龍嘅技術，實係係愛公部門攞佢葡萄。其規則嘅技術同規則嘅養龍幫龍嘅文化呢？一天要想辦法提升的時間，也到所有龍吹嘅省列政府單位，可以提出自家嘅一種輔導嘅方法，我就支持鼓勵，一年我有10萬8萬本，跟咩經濟上腳就可以做好。巡遊地方參拜納吉，功德圓滿。今有庚寅年正月17日吉時，化龍升天，吉日化龍升天，烽火迎送祥龍，大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萬年。自從3年的鬧熱過後，苗栗市區嘅安步頭天天係恢復平常嘅點氣，成了一啲正月17吉時，轉到幾樣時開工點燃嘅強苗。當太火點錯嘅時節，沙袋殼做見幫到本身嘅上嘅成量，也真是功成身退。人家龍有神化過，有點燃過，所以佢嘅龍身上有一個神氣、神嘅靈氣，一個靈氣出嘅。所以呢，也唔會唔結束嘅以後呢，唔會強風嘅話，唔就得鬆在一天要當到發亮神嘅，你轉一天當個。這係地區性民俗慶典嘅養龍，喺公部門嘅鼓勵下，漸漸係變做台灣嘅重要觀光活動。雖然形式地點有些嘅改變，冇改變嘅沙係重慶嘅蔡天炎4時節嘅記憶。